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牙，这个牙就是喙齿的意思，像咱讲像牙、好牙。另外做生意人，你咧旧历初二16做牙拜托你讲，咱就讲是做牙。这日的文音读做牙，像讲封神榜的人物强子牙，就读做牙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倒回来看到，就是牙槽，这个意思就是起花。咱常常听人讲啊。这人足铁齿，意思就是讲叫伊买因的牙尾讲袂听，某人讲是铁齿当牙槽。第二个词读做红牙，就是讲面色看起来足好看，小寡红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的个性，互人讲是铁齿当牙槽，含人相正，正甲面啊看起来红牙正甲雕骹长地，安尼实在是足唔值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牙，另外文音读做牙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